清晨5點讀書會，超越對錯走過才懂得嘅人生。作者丁丁。前言：我唔係作家，亦都唔係文學家或者音樂家，只係一位同柏金遜正同行嘅人。喺9月19日，好友為我喺 Facebook 同 YouTube 開設咗丁丁老友同清晨5點讀書會頻道，幫助我喺人生下半場實踐使命。每個人一生都有屬於自己嘅使命，唔同階段會經歷唔同挑戰。而呢一啲挑戰正正塑造我哋嘅覺悟同成長。對與錯、得與失，其實都係旅程嘅一部分。呢本書並非單純回憶，而係希望透過我嘅經歷，等大家更能欣賞自己嘅人生。因為無論對錯走過嘅每一步，都係生命嘅禮物。第一章丁丁嘅出世係對或錯，孤單或許係考驗，但係亦都係堅強嘅開始。我係一個傳統潮州家庭長大，父親性格剛強，母親溫婉賢淑，總係默默守護呢一個家。家中有2位哥哥，各自活潑我行我素，充滿個性。雖然年少時常覺得自己喺屋企位置唔顯眼，但呢個亦都俾我學會咗獨立。9歲嗰陣，我已經讀得自己返學，自己照顧自己。嗰陣我曾經疑問，我存在於呢個家庭嘅意義係乜嘢？多年之後，我明白正因為呢段經歷，我培養咗堅韌嘅心智，亦都打下咗日後面對人生嘅基礎。小啟示：有時候孤單正係培養堅強嘅開始。第2章丁丁完成中學階段，錯路亦都能夠帶你走向正確嘅方向。18歲完成中6之後，我迎嚟第一個重大抉擇。19歲嘅時候決定留港喺銀行工作，雖然只係做咗1年，便發現並不適合。但係呢段經驗令我更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。上天好快俾咗我另一個機會，前往英國修讀秘書課程，仲記得父母陪伴我坐上20幾小時飛機到英國呢一份陪伴，令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嚟自家人嘅支持同愛。原來我喺父親心中一直都有重要嘅位置。呢一刻我重新認識咗親情嘅力量。小啟示：錯誤嘅選擇亦都能夠帶嚟正確嘅方向。第3章丁丁擁有2個女，愛嘅禮物總會被生命變得圓滿。大女兒如今39歲，細女兒35歲。仲記得第一次抱住大女嘅時候，嗰份喜悅與安慰，讓我確信自己走間路。細女嘅來臨係上天再次送嚟嘅祝福。今日2姊妹相互扶持，彼此信任，無論生活大小事都能夠一同分享。呢份親情係我人生最大嘅安慰同驕傲。小啟示：仔女係最真實嘅禮物，愛讓一切變得圓滿。第4章丁丁成功獲得碩士學位。夢想冇期限，堅持會讓努力開花。當大女13歲，小女11歲嗰陣，我送佢哋到英國寄宿學校。就喺呢一段時間，我決定追尋自己嘅夢想，重返校園。2006年，我飛往英國完成碩士課程。當我戴上4方帽走上舞台嘅時候，2個女在場見證。返到香港之後，我邀請父母出席謝師宴。父親臉上嘅笑容俾我明白佢以我為榮。呢一刻我更加堅信努力從來唔會白費。小啟示：追夢永遠唔延遲，堅持終會開花結果。第5章丁丁踏入人生低潮，逆境唔係阻礙，而係塑造力量嘅契機。人生走到50歲，常被稱為下半場。對我嚟講，呢段時間充滿挑戰，婚姻破裂，公司財困，家族爭執，甚至出現抑鬱同焦慮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遇上創價學會。創價學會話俾我知，要改變宿命，就要從自己開始。於是我學會提升信心，喺人生困境中揾到突破嘅力量。2018年，上天再一次送嚟禮物，接踵而嚟嘅考驗，佢哋迫使我更加堅強。教會我點樣帶住勇氣一步一步走過去。小啟示：困境唔係終點，而係轉化力量嘅起點。第6章丁丁踢出人生精彩嘅一局。精彩不在於完美，而在於真心走過。回首過往，不論對錯，每一個決定都成就咗今日嘅我。對同錯並唔係最重要嘅標準，重要嘅係我從中學會咗成長，並將經歷化為力量。未來嘅日子，我仍然會持續學習，並且將我嘅故事同大家分享。對錯2個字已經唔再限制我。20幾年嚟，我讀過好多書，
若果要問我最值得一讀嘅係邊一本，答案就係呢一本，因為佢蘊藏住我嘅人生同回憶，感恩一路上所有人嘅鼓勵同支持，俾我能夠喺人生舞台上踢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一局。而我亦都期待下一章繼續寫下屬於丁丁嘅故事。小啟示，精彩人生唔在於完美，而在於真心走過。